近日有指無線推出辣招，要求旗下藝人交出私人社交賬號俾公司統一管理，以防藝人喺網上行為引發公關災難同埋得失內地市場。相關政策引起唔少爭議，當中張振朗同埋郭柏妍等被傳抗旨而失去工作機會。張振朗至今一直潛水，未有就消息作出回應。不過女友楊思穎前晚出席主演嘅電影首映禮嗰陣，就大膽開腔力撐男友抗旨。佢語帶揶揄反問：得嘅咩？其實我有問其他同事咯，即係得唔？其實呢個好似應該係私人，我以為係講笑啫，因為照計應該唔會咁樣做係嘛？咁係自由噶嘛，係咯？我唔知佢嘅真確性同埋其他公司嘅安排，我又不能夠有太多 comment。但係我冇遇過呢個情況。其實因為我實在太唔清楚發生咩事啦，我估就應該唔係嘅。應該唔會有呢啲決定啊嘛，咁樣好似係咯，好似踩緊鋼線都唔係咁好係嘛？佢強調，若果要佢交出社交平台密碼係唔會接受。提到有指男友被説而失去商演機會，佢就講笑咁話：咁可以揾我咯。大家係咪即刻？係咪而家有好多工作上嘅機會出現咧？大家可以揾我。即係男朋友冇得撈就揾你。邊個冇得撈都好，我都會為咗電影而付出㗎。至於郭柏妍亦都冇正面回覆，但係尋日佢喺社交網度上載新片，配文可圈可點，明顯就雪藏傳聞而自嘲話：我進去公司雪櫃了，公司便利店的雪櫃。片入邊見佢打開便利店嘅雪櫃揀嘢飲，網民就紛紛留言支持佢。不過冇幾耐就發現佢將相關嘅影片刪走，唔知係咪因為話題太敏感而被要求刪除。另外近年備受力捧嘅周家樂同埋朱文翰，尋日就為無線綜藝節目試真啲宣傳。就事件，周家樂回應嗰陣就搞笑咁眯埋雙眼話：有聽過。有冇揾過你啊？冇，建議大家呢啲等公司回應好啲。公司好似有發到聲明嘅喎。如果真係實，你覺得點啊？會唔會冇事？話呢啲我哋真係要睇真啲嘅，真係呢啲。至於朱文翰就指公司未有問佢攞社交賬號，仲拉埋張振朗落水。如果有問下張振朗先啦。企硬唔俾就範。邊個張振朗？我同佢冇見佢都做緊嘢㗎，一定冇俾人説嘅。以我所知，而家有個籃球隊公司㗎嘛，叫個公開嘅籃球活動，跟住好似係要同內地嘅人打比賽嘅，好似係做緊呢個。